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今日节目镜头呢，来到新北市三峡区的龙埔里马个岩的地方哦。最看到咧马个岩呢，是一片青溜溜的农田咯，佮较后背呢是高楼大海哦。冇唔错，咧马个岩龙埔里地方呢，是你三峡亲密的一块绿地吼，系铁天农业区。但是呢，今年8月18号的时间，你龙埔里马个岩地方的民众呢，来到新北市政府的抗议嘛个呢？因为到今年4月份的时间呢，国家发展委员会通过的三峡到延国的捷运线吼，讲系经过呢三峡地方，同时到马个岩的三峡捷运站，整数了80万公顷的土地，同时呢，因为三峡种捷运站，新北市政府也提出所谓新档的三峡马个岩的都市计划哦，那。龙埔里的民众是讲，你地方呢，头面已经经过400个土地证书诶，假使了摆过来，因为去啊捷运站过来证书的话，才天500个。规只龙埔里说灭种灭提起吼，就因为讲，到了种个人口，还是种个地方三条路街来说啊，捷运站点到田东港来是那种个捷运站，就因为咧系有问题诶，同时咧新当诶三峡马个岩诶都市计划，迄个树林诶减咩岩个地方诶违法嘅工厂诶问题哦，就因为咧计划韩国咧综合规划案都系有问题嘅，因为有抢到地方上民众并公部门代表共同面对面的沟通，也抢来关心。开会了。好，以下讲头来到你嘅共行强嘅面头前哦，看到你详情从奶奶哦，先跟现场乡亲问个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们刚刚讲到就有这乡亲说，在这田中央设捷运站，不在高楼大厦这三峡老街设捷运站，觉得有点怪怪的哈。那其实呢，这个麦仔园站、北安。这个捷运站呢，前后还有这个横溪站跟国教院站哦，那这3站加起来总共这个距离只有2公里，也有人觉得说，这2公里设了3个站，是不是也是太多了一点哈？按照这个台北市这个捷运局的看法，好像专业看法就觉得说，这个设站好像有些规定哦，那这个规定是不是新北市政府要来参考呢？或者说新北市政府有其他的想法呢？我想今天一并都来讨论哦。那马上为您介绍现场来宾，第一个呢是我们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捷运工程处的综合规划科的科长梁立双，梁科长好。各位乡亲好，大家午安。好，再来为您介绍是新北市政府城乡发展局的综合规划科的李泽仁李科长。各位乡亲大家好。第3位来宾是我们在地的民意代表，我们的这个林明仁林议员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好，还有就是另外呢一位来宾是长期关心这个环境的土地正义，还有这个征收的相关议题的这律师蔡义庭，蔡律师你好。大家好。好，不管是这个3英捷运线这个国发院通过这样综合规划案，或者是新北市政府新定的三峡美安横这个都市计划案，民众都觉得说这2个案子好像都有点怪怪的哦，他们觉得有意见。那到底他们的意见是认为哪些地方不合理呢？哪些地方是要对市政府来提出建议的呢？我们先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这片是闹热嘅三峡路街。就算是平常日，游客还能当好来片，感受了解路径的魅力，也顺续参观有名的祖师庙。三峡的今年发展了唔难，个个嘅手册材料移动嘅去，尤其是北台铁器了片。为了认真通群同观光需求，国家发展委员会今年4月通过插运3沿线综合规划报告，分3沿铁器到台北嘅通勤时间，实际减少20到30分钟。不过，就到三峡龙埔里片，塞到2公里的距离之内，同时避免人口密集的所在，还设置3个站，受到居民争议，设站该合理性。那么以这边的人口数来讲，它的设计人口数是差不多只有15000人。15000人的话，2公里设3个站，我不知道它到底这个将来营业的时候的亏损情况要怎么样子对全国的老百姓来交代。所以我认为这绝对是不合理的。居民不满的是，车边的设计就是要用人口密集性作为主要考量。马自然这片的人口将几千个人，比不过路街这片有5万个人，免唔清楚怎么个车运唔对路街这片经过。
这边是属于农业区，那原本的生活就是比较单纯农村，那它应该是要从人口密集的地方去经过，这样子对整个发展才比较有帮助。对人口要失去经过，可能是时代严时解决交通问题。不过可比讲，通站适合人口较少的所在，利用安尼带动整体均衡发展，也可能也是一个可能性。这个交通建设图设计的初期，实在当然做到各方面拢好，需要的是各角度的沟通同讨论，来取得双赢，甚至多赢。好，这个三鶯捷运线呢，虽然是国发院今年在4月份才通过了一个综合规划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规划案呢，它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资料哦。首先呢，它是从捷运的这个土城的永宁站这边要接过来，一路呢经过顶埔站，然后呢到我们经过三峡，然后到莺歌这边哦。那其实我们看到它前面接的是捷运的这个土城线这边，再往这边过去呢，可能会衔接桃园的捷运的绿线。所以看到的说，这一段路线呢，它虽然总长只有14.29公里，那这每一个车站呢是采高架化方式，总共有12站哦。那计划经费是505亿，是整个新北市跟桃园大的一个生活的圈，甚至是跟台北市大了整个的这个捷运路网哦，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同时也是新北市所谓这个3环3线捷运的一个部分。目前我们讨论的 BX 案哦，前面呢是这个横溪站，中间呢是这个麦仔园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地方。再来呢是国教院站，这3个站加起来只有2公里，2公里设了3个站，民众觉得说，好像有点怪怪的。那是不是我们如果走 B 案的话呢，从横溪站就一路走到三峡老街这边，就是真的是人口密集区，有5万的这个人口哦。那再接到这个三峡站这边来。民众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比较符合经济效益？将来做捷运的人多，这个自偿率哦，可能收这个捷运票哦，才能够收到多一点点哦。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梁科长，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是 BX 案而不是 B 案？所有捷运在路线规划上的考量非常多啦，那当然运输效益一定是优先考量，大家也都很有 sense 哈，说为什么老街啊、人口密集处，其实这个一定是我们当时在规划路线的时候就考虑过的，所以当时所谓的 B 方案 BX 都是我们在规划阶段曾经发展过，希望可以评估看看的方案，但是除了运输效益以外，当然还是要考虑到工程可行跟用地取得，尽量减少拆迁，这个是真正面临工程实际上要运作的时候一定要面对问题。所以麦仔园都大部分我们看到周边现在都是农地比较多，相对的居住的人口户数比较少，所以拆迁问题市政府评估相对比较低。就整体而言，就是因为麦子园这边已经有一条北大连外道路是已经在施工，它是既有的道路，等于我捷运走在开发的道路上，我用地工程几乎没有任何困难性。那当然也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相关的计划在做搭配，我们也认为说捷运引进可以对这地方有一些发展上的潜力。这样，你所谓搭配计划就是所谓的三峡麦仔园的新定的都市计划。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蔡律师，就是说，看起来是先有这个更上位的整个大的路网的规划，有这么一条捷运线，然后再来定这样一个都市计划案，是先射箭再画靶，因为这边是农业特定区，农地相对征收价格比较低，而且农地征收之后可以土地变黄金，所以捷运的这个盖的经费啊，就可以省掉很多，是这样考量吗？你觉得这个案子还有什么其他的部分？你觉得是你比较质疑的，跟我们地方上乡亲有不一样的？那事实上，如果可以绕过目前路线，而采刚才讲的这个B 案替代路线的话，那也许这个整个麦子园的都市计划，它的范围也可以缩小。那相对来讲，它影响的人也没有那么多。那即便也许它拆迁的户数比较多一点，但是可能还是要一个相互比较的结果之后，才能确定说这个实际影响的多或少。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设的这个站是不是有必要性？但是它多设一个站，它必须就是多一个成本在。对。那你今天多一个站在那边成本，它日后必须的，它能够自偿的困难度就更高。那势必
讲白点，势必到时候就是要区段征收范围就会更大。那这样来讲，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去考量这些不必要的站，或者是它的设置功能跟效应，然后进而来减缩，有助于区段征收的范围的缩小的话，这样其实对于整个影响的人口来讲也会更小。好，所以不能够因为说这边都是农地，好像这个要征收拆迁的户数比较少，就把它选在这边了。那其实我知道地方上有很多乡亲对于这件事情是有看法的。那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吴议员也来到我们现场，您也长期关心这件事情。那你对于这个案子，听说地方上99%的民众都反对啊，那不知道是您这边选民跟您反映的意见是怎么样？伊过去咱龙埔里会当讲吼，真正讲是人讲吼，很多征收了，下等公民啦，已经征收几遍呢，包括咱的国家研究院，包括咱的农改场，包括咱台北大学城。过去你真侪土地你征收了后呢，政府无法度讲吼，互百姓分了少无当紧，咱的政府用着遐尼济土地，然后再卖予财团，才互因起厝，这对咱的农民非常的无公平。所以伫这个部分，伫咱的区段征收这个部分，希望咱的城乡局一定爱讲妥善甲咱的农民沟通，一定爱提高。我就打个比喻，咱过去区段征收是40%回归于地主。但是咱即马，咱的如果讲伫一般的从化，即马最高的比例占到61%点几，所以讲这对农民会误差的20几%，这所以伫这个部分，咱拢一定爱徛伫咱的百姓，徛伫咱农民，因本身来设想。好，谢谢。那我知道我们这三峡老街的礁溪里的里长也有来到，那里长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啊，在这他拥有上万的联署书，说很多的我们的老街的乡亲都希望能够捷运设站设在老街这边，是不是？请我们的礁溪里里长现在告诉我们说，老街地区的民众对于这个捷运的设站设在麦仔园站，是不是有一些想法？捷运应该是走既有的道路，不需要再开辟新的。我想台三线介寿路就是一条既有的道路，那我们的北大林外道路它是一个新辟道路。它并不是原有的既有道路，它是为了配合，讲个最实际的，它是为了配合我们的捷运来开辟。当然，它是也是疏解我们三峡的这个交通瓶颈。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三峡本来就已经有既有的道路了，不需要再特别说为了捷运再去开辟这个道路，而且也没有增设的问题。再来呢，捷运的规划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本来的运量的预测就是要服务较高的人口集中的地方等等这个部分，包括它的设站的标准，这些都明文的载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走 A、B 方案的时候，我们的服务人口，它的步行800公尺里面，它的百分比是56%，BX 以后它只有51%，包括在运量每日的运量的时候，这个都是捷运局的资料，不是我的资料。那里长，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就觉得说应该设在三峡老街，可是三峡老街现在道路是不是很小？如果在那边施工的话，是不是周边的商家它的营运就交通黑暗期，他们要承受很大的损失？三峡老街可能因此这样子就是这个光芒没落啦，有这样的隐忧存在吗？事实上每一样的建设都有它的阵痛期。我们不要指三峡，我们看到台北市当初在实施这个捷运的时候，也是一个黑暗期。交通的黑暗期，包括忠孝东路等等这些，但是当它做好了以后，对地方上整个的带动的情况，尤其在三峡老街来讲的时候，我们这个站 B 案的这个案子是最接近三峡的老街，而且它服务的人口是最多的。如果今天我们坐在麦子园，根据捷运局的规划跟它的设计里面，他说来到这边的运量的人最多就41%自行到站率，其他完全要靠接驳。反观我们圆环的这个站的时候 ，B 案的时候呢，几乎可以100%到那边。为什么？因为他过的站的问题，他选择的问题。如果你今天硬要选来这里，用捷运的这个理由来开发麦子园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本末倒置。好，谢谢里长。那我也知道，我们麦仔园地区、北安横地区的民众也认为说，其实就是顺着我们刚刚这个里长讲，就设在三峡老街就好了。可是我们刚刚讲说，三峡老街它其实有这个阵痛期啊，所以如果说设在麦仔园站的话，也许会把人引到这个麦仔园这个地方来，而且有新定的都市规划啦。那这个都市计划其实会整个提升我们龙埔里麦仔园地区的这个发展。我不知道乡亲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定的都市计划，这样一个捷运设站的合理性，你有什么看法没有？好，这位大哥，因为这个捷运它的施工，它的经费的来源，必须由中央
以及地方政府共同分摊。是。那今天我们地方政府的裁员啊，应该你们在场的官员最清楚，对不对？那你们的长官也都甚至都说了，今天为什么要走卖仔园这个路线，就是基于这一块土地它的开发价值，然后他希望啊，你们县政市政府啊，就是要利用开发这一块土地取得的利益来挹注你们捷运的施工，捷运的那个建设经费，那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合理。好，那我问一下，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梁科长，就是说，这个505亿的建设的造价里面，有多少钱、多少金额是必须由我们新北市政府这个交通局这边来自筹裁员的？跟各位乡亲报告，505亿里面，中央大概补助190几亿啦。那所以将近有300出头都是地方政府要出。那不过也跟大家也澄清说明一下，其实就麦子园这地方不是捷运唯一的裁员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成本是来自用地取得成本，工程倒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其实以说麦子园这个计划要来挹注到捷运建设的经费，效益的部分对捷运的挹注其实相对不多，大概只有4点多亿。这个地方的开发有可能有盈余，然后这个盈余有可能是因为捷运的引进让它的盈余有加值的效果，然后那个加值效果觉得可以进来。看起来4点多亿不是很多嘛？那为什么一定要设在麦仔园呢？这个就回到我刚刚，其实路线你不能只看某一站，你应该还要看前后的路线。那之前乡亲一直很希望可以走老街那个路线，除了老街道路跟建物的密集以外，最重要一个工程困难是，它那个路线一路往下走就要走三峡大桥。那三峡大桥旁边有非常多建物，离桥边非常近，那个影响是工程安全性上，对安全上、拆迁上都有蛮大量的困难。那对于我整个计划的推动，会影响的是全条线的一个推动。那我不知道这个样的解释，我们这位先生、这位大哥，您的看法？我觉得政府不能因为要筹裁员而忽略掉我们民众的权益。在宪法上有保障，人民有居住的自由，有居住的安全，对不对？那我们在地的民众，我们一再的反映，那一个有为的政府，我觉得你要倾听民意。你今天你执意，如果说执意你要捷运要通过这边，要设站在这边。是。说实在的，我们在座的这些民众，我们势必要破千，对不对？好，那破千计划是什么？为蒙其利，先蒙其害，先受其害。好，对不对？那你政府你需要筹裁员，你有其他的管道，而不是你要来强占我们的民地，让我们的在座的民众流离失所。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有为政府应该有的作为。好。谢谢这位大哥，我看到这位大哥也有意见要表达，谢谢。这位，之前那个新闻都有报道说，新北市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大概都缺100多亿啦，所以他根本也没有这个经费来建这个捷运啦，所以他为了这个捷运，他就要设我们麦子园中间这多一个站，然后就要来征收我们，又要把我们赶走。那政府没有钱要做这个捷运，政府自己要去想办法，不是要来做捷运，然后也要收我们的土地，然后跟财团再去挂钩，这个不是政府应该有的作为。谢谢。好，那其实乡亲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主要是说新北市交通局曾经指出，就是说要来逐步实现捷运3环3线这样一个朱市长施政的一个蓝图跟政见了啊。那当然就是说，透过捷运周边土地的开发效益，还有这个税负增额可以融资这个。银行贷款举债也可以增多一点啊，可以来有效的来这个挹注这个新建的财源哦。那其实在这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部分是新北市议会也来支持成立所谓新北市轨道建设发展基金哦。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议员，就是说，不管是这个新北市这个轨道发展基金，还是说我们透过这征收的特定农业区相对比较低的农地。好，地价比较低的农地，将来它变更为这个住商用地之后，它可能这个土地价格会翻倍。那当然，这些中间有一些价差或盈余就会回馈到这建设经费上面了。你怎么样来看？是说乡亲这样的疑虑，有必要在田中央盖个捷运站，然后透过这样土地征收的这个产生的这个盈利来回馈到这个建设经费上面？捷运建设跟麦子园的开发，这是非常
非常单纯的2件事情。2件事情。为什么会讲2件事情？因为捷运本来就要解决人民出入交通的问题嘛。出入交通问题，当然来讲，就应该以从坐哪一个站、走哪一条路线，可以让人过得更好，可以有更多人来搭乘，这才是我们捷运的目的。感谢呢。捷运的目的，结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市政府把那个捷运的目的后面再绑一个东西，说这个要麦子园一起开发，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捷运规划，而且也不符合捷运原始要规划的一个目的我们捷运路线其实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有一个是 B 方案，有一个是 BX 方案。对。其实捷运有几个，我们三峡有几个人口比较重要的地方，一个是礁溪老旧社区，一个就是台北大学。台北大学这边。其实我们一个很简单这个麦子园嘛其实礁溪在这，你看台北大学礁溪在这里，然后台北大学在这里，所以它可以2个方案走，就是走介寿路，然后转到民生路，然后跟原有的路线连接在一起。不但台北大学的可以搭捷运，礁溪地区的人也可以搭捷运，不需要来开发麦子园。它本身来讲，捷运的通行人口都解决，三峡的人口都解决的。那议员请教一下，就目前新北市轨道建设发展基金足够来筹措这么多财源来建设3环3线吗？我这样讲因为轨道发展基金目前市政府编的钱，在103年度编了4600万1毛钱都没有花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就是说细建的爸爸那边发到做捷运好，那为什么我们麦仔园地区的民众呢？除了说它是特定农业区之外，它其实特定农业区是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土地资源啦因为这个很多人都说这粮食生产的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其实这特定农业区是应该多来加以这个保留的那除了这个是特定农业区之外呢，我们看到的我们麦仔园是位在龙埔里嘛龙埔里呢，它前后经过了4次的征收，如果这一次加进去就是第5次，于是就有些乡亲说，这简直要把龙埔里给灭庄灭村了好，第1次的征收是在这个1993年，民国82年的时候，是桃园区改良场台北分厂，那时候农改场呢就征收了40公顷。第2次呢是我们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在民国88年1999年的时候，那一次呢征收了18公顷。其中呢，在第3次呢是台北大学的这个社区部分，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征收185公顷，但是事实上台北大学用到只有58公顷左右的校地，剩下大概120公顷左右是拿来做这种所谓的这个社区的这个造镇的开发。那很多乡亲就觉得说，你其实台北大学没有用这么多土地但是你收了这么多土地，最后拿去给财团做造镇开发，现在还有2万多户空屋空在那里第4次呢，就是北大连外道路，就跟我们讲在2013年，民国102年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这个麦仔园站要设捷运站的先期的这个工程计划了好，所以呢，这4次的土地征收，加上这次是第5次了。乡亲们对于这样一个他们口中称为灭村灭庄的土地征收，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先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你下看到这条东投市公街铁路，是千元通公街北泰连外道路，未来街插运3连线，有一团也会对这片经过。不过新北市政府除了去插运之外，也打算将这条路线四围街128公顷征收。其中有86公顷是民体。麦子园捷运没有经过，它是介寿路到复兴路，没有经过麦子园。他为什么要征收麦子园？他讲得很清楚，捷运需要很多的经费，所以他征收麦子园这么一大片的土地，然后用这些钱来盖捷运，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主工厂来征收4围太范围的土地。合理性接受到争议，同时对龙埔里民来讲，今年前届北泰铁区征收就会预计哩，实际上用途台北太后街高人用地只有58公顷左右，其他嘅120公顷嘅土地征收了后，
并建上去储蓄材料同做促进计划。另外，讲到土地征收，梁部里居民感受信心，认为20年来就征收失败。我在这边在地居住了40年了哈。那我们家过去从事的就是水稻育苗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情感我们比别人用得更深，因为这里的包括被征收的北大特区，包括我们的教育研究院，包括我们的改良场这些土地，都曾经使用过我们家的水稻的育苗的这些苗。可是呢，这几年一直征收过后以后，那很多的水稻田就慢慢消失。土地的计划以后，很多来这边炒地皮的，或是来这边购买农地的，他们不是在地的农民，他们可能对这个农地的情感比较没有那么重。三峡马自然地区都市计划有94%是农业用地，居民希望了解把三峡农业所在嘅农地，是在继续保留其嘅样貌。不过认为遇到无必要嘅开发，来破坏都市顺畅难得嘅农村景象。好，我们想这个看完新闻影片，问题先到我们这个李科长身上，就说城乡局为什么在这边要提一个麦仔园的这个新定的都市计划？真的是因为捷运要跟设站先射箭再画靶吗？这个都市计划是因为先射箭再画靶的吗？新北市大概有40%的土地是都市计划土地，60%是所谓非都市计划土地。各位看到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就是非都市计划土地。其实升格过后，都市不断的扩张，其实需要去重新调整整个都市发展的定位。所以我们其实新北市不断在寻找、探求我们都市有没有合并或整个发展的可能性？其实在这个捷运的沿线，包含土城弹药库或麦子园周边，其实它都是非都市土地。可是因为有配合整个捷运站周边的经过，还有整个都市发展边界的周边范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去重新检视这个都市合理发展的可能性。那整个麦子园大概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去探讨说它未来是不是一方面可以配合整个都市发展的扩张或纹理，另外配合整个捷运建设，能够去做有不同的可能性的发展。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说，目前三峡已经有既有的都市计划了嘛，对不对？它的计划人口数已经满了吗？还是说它已经既有的三峡的都市计划已经无法容纳了，所以必须要有新定的麦仔园的都市计划？从我们的数据来显示啦，其实目前台北大学特定区还有整个三峡都市计划的计划人口，原本的计划人口跟现况的实际居住人口，事实上计划的发展率都已经到了90%以上，所以我们是讨论说这个地方确实有它可能一个调整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说，因为整个台北县新北市的发展其实比较着重在大西南地区的一个发展，所以西南地区的人口是比较多的。我们会希望说有一些地区可以把整个西南的人口往西北的地方能够去引导，使都市的发展不会只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一个地区。整个的都市的规划的程序来看的话，其实它需要经过，尤其非都市土地要变为都市计划土地，它先要经过先立规划都市计划程序，需要报区段征收公信必要性，需要取得用地用水的计划，才会进到所谓的都市计划程序。而目前这个三峡麦子园都市计划其实还在最前面，所谓区段征收整个发展定位的研讨。其实就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在土城那个弹药库那个地方也有类似的一个计划在做推动。其实刚刚乡亲有提到说，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维持一个很好的田园风光。其实，在土城弹药库，我们绝大多数我们也把它规划成所谓农业区和保护区。像有些乡亲，那这边农业区我看只有0.68公顷，是不是？事实上是很少的哦。原本是80几公顷，都是现在只有0.68，那其实是地貌上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它可能跟土城不太完全是一样的。其实可以看得到整个土城的一个规划的程序来看的话，它原本的计划人口也是12000人，结果经过不断的讨论和调整，它目前的计划人口变为4800人，它整个发展状况也变成。所以你是说我们麦仔园也有计划从15000人变成2000人现住人口？规划有很多种可行性，不是只有一种。所以其实麦子园的过程之中，它其实还是有不断可以去调整的可行性的状况。这个案子目前在内政部的区委会进度是怎么样？可以告诉我们吗？其实这个案子现在还在内政部区委会的专案小组审议啊。其实委会也是其实针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定位，还在进行做讨论。好，那我不知道乡亲对于麦仔园都市计划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有要发言的请。好，这位大哥。那个都市计划麦子园都市计划大概在101年的时候，那个我们听到那个中心工程顾问要来做问卷调查，才知道政府又要来征收了。
所以我们就去搞得我们全龙埔里人人心惶惶啦。然后我们就去追查，才发现他们新北市政府哦委托那个中心顾问哦那个问卷造假，竟然在新北市政府哦开说明会的时候，我们提出强烈表达反对意见。当时城乡局的官员说，他听到民意了，听到龙埔里民不想要被征收，也亲口说99%的民意是停止这个计划案。这张相片中的官员同专员，他也在现场。这个同专员说，你是说城乡局的同专员是？他当场承认99%的民众反对征收，议员也在现场也反对征收。我手上有将近1000副的那个联署书，因为我们麦子园只有1000多人嘛，有1000副的联署书嘛，也强烈表达反对这个征收案，不愿意离开龙埔里。但是为什么新北市政府还是执意要做，是里面来做？好，那我们等会会来问，我们再听下一位乡亲的意见。为什么我们明明捷运要做的是服务人口的、服务多数的人啊，反而我们在做的都是在服务没有人的地方？这位小姐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捷运在当地设站完全不会符合当地的服务或者是一些效益？大家可以看一下北大特区。大家被征收过，还有几户住在里面，原本住在里面的人继续住在那边的。你们真的觉得之后这边设了一个站，这1700现在居住在这边的人民可以享受到这个站的任何效益吗？再来是说，我想问一下捷运局的部分，捷运工程处，你们知不知道之前95年的核定方案，他们那个3条路线并没有麦子园这个站，那时候整条沿线就算是 BX 方案也没有这个站。是因为之后你们为了要配合麦子园都市计划，才坚持把这个站设下去，而且还做连外道路。好，那这位大哥，我刚刚看到你有意见要发表。我很想问政府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想过每一个都市计划案最后面被赶走的人，他们去到哪里？他们过了什么生活？有没有统计过这个东西出来？这种资料有没有人去拿出来过？没有。只有说将来那里会过得多好，都是财团在好。乡亲过什么日子，没有人去注意过。我们只要说什么，不要再征收，不要再破先我们。政府说都市计划很好，还要征收，然后我们可以生活环境可以更好。不过征收的话，势必就是我们要先搬出去嘛，我们能住在哪里？能住在哪里？好，我们想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呢，我们请现场来宾做回答。好，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麦仔园地区这个新地都市计划啊，那其实呢，它就是配合这样一个捷运3鶯线麦仔园站要设站啊，所以要进行这区段征收哦，来新定这个都市计划。我想请问一下蔡律师，就是说，其实这样区段征收在这个案件里面，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区段征收？它是合理的吗？它有它的必要的正当性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案子其实充满了相信说的有鬼的部分？刚才那个梁科长有提到说，这个区段征收部分大概挹注只有4亿啊。那如果是这样占捷运工程经费这么少的话，我觉得事实上麦子园都市计划应该是可以跟3鶯捷运的部分应该是可以分开。那如果没有办法分开，那你说区段征收挹注的经费占整体捷运工程总经费的比例不高，这恐怕是有点难说服人啊。然后另外，我想这个事实上这2部分恐怕是没有办法分开。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说是就是要拿区段征收所取得的地来挹注这个捷运工程的话，那因为这个案子麦子园的都市计划里面有90%以上都是特定农业区了。是。那特定农业区要征收，依照目前土征条例的规定，它必须要去取得行政院的重大建设的核定。那纵观捷运路网算是重大建设。对，现在要讲的是纵观整个麦子园计划区来看，可以算得上，也许啦，勉强可以算得上是重大建设，大概也只有3鶯捷运线的这个工程啦。所以如果脱离3鶯捷运线的话，那整个麦子园地区日后要采取区段征收
的这样子开发手段，我想在适法性上面就有很高的疑虑了。那所以说，这个案子如果仅仅是因为区段征收了，而把麦子园地区跟三鶯这个捷运工程绑在一起的话，那我想这样就不符合都市计划法，都市计划跟区段征收之间的关系啦。因为基本上区段征收应该是一个实施都市计划的手段，那都市计划具有引导区段征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效用在。那所以理论上是都市计划法拟定之后，认为有区段征收必要，再回过头来选择用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处理。可是今天这个案子变成说，因为我要取得捷运工程的挹注，所以我要来区段征收，取得经费，然后进而来弄一个都市计划。那这样是上下的关系就颠倒。那我们知道土征法在103年修法通过之后，就说如果是特定农业区这个征收有争议的话，要进行听证啊。那我不知道律师可以告诉我们说，目前这样的在特定农业区的这个征收，如果有这个争议要进行听证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听证的这个案例已经有前例可循，可以给我们我们现场乡亲做参考？听证它到底效力是什么？它在法理上面，它到底是具有什么样的拘束力？这个部分是不是先请律师给我们解释说明一下？听证本身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依照44709号以及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听证程序它是基本上是一个类似司法程序的性质啊，所以它严谨程度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家去上法院，在法官面前这种互相攻防，然后听证主管机关、听证机关本身必须要依照听证的结果，然后来做成决定。那所谓听证结果，就是赞成方跟反对方在听证会的时候各自表达、各自攻防，来做成一个最后的听证结果。那如果听证机关今天不采这个听证结果，他觉得他要做不一样的认定，他必须要在行政处分里面详细的去说明他采或不采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他不写，这个就好像判决一样，判决不附理由，那基本上都是违法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被撤销掉。那我们知道这个龙埔里的麦仔园地区的民众呢，有组成这个自救会，其实举行听证也是他们的5大诉求之一了哈。那我们先跟着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地方上民众对于这个听证的这个需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跟心态。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再进行接下来的讨论。公部门都进行一个建设案，对可行性研究、综合规划、都市计划编建、土地取得、设计立条，拢爱当场的时间。国家重要嘅係完全同當地居民做充分嘅溝通。禮拜3協麥子園都市計劃案，遇到居民就知道，唔係計劃消息冇傳達清楚，就係意見表達咧也冇得到重視。他在規劃的時候，沒有經過多數民眾的詢問意見，所以他這個根本就到後來，很多人都是到後來已經幾乎要定案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消息。我們都有跟他溝通很多次，在那個以前的縣政府的時候，就跟他溝通很多次，可是溝通以後，好像都沒有什麼下文，甚至於他們內部的程序作業都是他們自己在做，就是沒有很跟我們那個原地的居民啊，沒有一個溝通都沒有。因為參與3年線嘅規劃來產生出都市計劃案，雖然之前相關局處都要同當地居民進行公聽會討論，不過過程一向當然本居民滿意。城鄉局若該公聽會的時陣，捷運局無來，即嘛因就輕大價，你甲講這個捷運局是捷運的問題，講到迄個捷運的時陣，講為什麼來設 LB 5站伫尾仔園？講這是城鄉局的問題，所以因的公聽會啊，攏總是安尼過長嘛。阮會感覺因都來幾遍的時陣，攏是過長爾。86公頃嘅面體徵收免治模式，影響嘅係2700個居民。過來，捷運路線也充滿爭議。市政府完全喺反彈聲浪當中，兼顧整體發展，可能係要用更加誠意嘅態度，還有同理心去面對同處理。好，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李科長，就是說，這個全區聽證部分的訴求，你是否聽到了嗎？
有打算，当然不是你们去主办啊，就是说你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说可能要开全区听证喽。依照都市计划法的规定呢，还有程序来说，大概是没有所谓听证的程序，大家就说公听会啊。那其实我刚才有说，因为这个其实程序还在蛮上位的。那其实我们当然也不排除任何形式的沟通方式，包含听证，也是一个我们特定农业区的征收有争议。那这边都是特定农业区，它征收现在产生的争议，所以要有听证这样子。我才说我们不排除任何形式的沟通，可能听证也是一个程序之一啦。只是我认为现在这个程序其实还在很上，还在谈整个发展定位，其实。就进入到所谓听证程序，其实还太早。其实刚刚主持人问到说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可以公共相应参考，其实10月3号到11月中旬，桃园航空城就要再办听证会了。其实相关的听证，其实他们办听证，他们前面有经过非常多的说明会和驻点来去沟通。其实如果没有一开始有一定的共识过程度的话，依照我们现在办理所谓听证的程序的话，其实到最后绝大多数都在吵吵闹闹的过程之中，甚至还质疑到底主持人有没有公正性，过程中结束。其实这个对听证来说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了。听证跟公听会是不一样的了哈。那我们刚刚听过这个李科长的这个说明之后，我想问一下梁科长。预计表定今年年底就要发包动工。那如果说这个任何的沟通可能性都不排除的话，如果要进行全区听证的话，恐怕就赶不上年底发包动工。这个部分你们有因应的策略对策吗？出入口跟车站本体其实是不在麦子园的这个计划范围内。那当然，计划本身都要做整合，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在路线选择上、在设站上都有做一个考量。那以目前施工的一个车站位置、路线的范围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很希望，因为这是三峡莺歌民众殷期盼的一条捷运跟重大建设，我们还是会尽力的依其程努力的去达成这样子。所以发包归发包，这个动工归动工，这个听证归听证。我不知道说乡亲对这样意见。好，这位大姐，我们大家都很欢迎捷运在三峡这边通过我们三峡，但是呢，经过了10几年以后，居然出现这种很不着调的做法，就像你们讲的，根本他没有必要在这里设站。你再怎么讲，完全没有那个设站的要求跟需求。不管说你为了那个老街那边还是怎样，原本的站都可以兼顾到所有三峡的居民，所以这一站根本就是多的。所以我们很质疑。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一句话就全部打回去了，我们全部反对。你政府不应该这样子黑箱作业，完全不听我们民众的心声。而且呢，我说一句，当初台北大学征收的时候，在容积率跟建蔽率上的限制，到现在台北大学里面全部都是高楼大厦，你们可以去看当初那边规划的是什么样的建筑，每一个它的容积率跟建蔽率是100比100，你100坪的土地只能建100坪的房子，但是呢，现在呢，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因为有对建商奖励容积啦。对啊，那是不是他跟他当初征收的那个说法跟做法就完全不同了呢？你叫我们要相信谁？好，过去的经验让你觉得有疑虑。好，这位大哥。以前啊，每遍的说明会啊，甲公听会啊，是民众啊，是来咧听政府官员啊宣示政府的政策啦。在现场啊，来的官员啊，并无要正面回答啊民众的问题啦。所以讲阮希望讲会来办一个迄个啊听证会啊，来重视阮在地居民的心声。来甲这个都市计划甲捷运啊，做一个啊合理的规划啦。有做，互阮对这个阮在地居民啊，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啊。好。做出了合理的政策啊。谢谢。好，谢谢。那这位大哥，嘿。我想问城乡局啦，你注意听了你北大里面征收180公顷。台北大学有58公顷，桃子角完全中学有将近5公顷，龙埔国中有3公顷，龙埔国小有3公顷，安置计划有2公頃，加起来就100公顷里啊！你这边留给龙埔里留什么？只有画一个国小，
就一个国小，国小又在捷运的旁边，啊，捷运的旁边又一个保留区，那是龙埔里最老的房子都给老师包的，啊，你那边给它保留，大家相信吗？大家都不相信，对不？一个捷运站在那边，换一个国小，啊，那个最老的房子又跟它保留，谁相信？哦，啊，你们问题现在征收，我身为里长，我特在里民真心痛，很心痛。像北大征收，对外联络那一条道路征收，那个透天的房子，大马路旁边市价都2500万以上，你们征收多少钱？不到600万。我大概先说明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乡亲可能把征收和区段征收都搞混了啦。其实刚刚里长提到征收，就是你拿完钱以后就什么都没有，而区段征收是可以选择领地或是领钱。我们为什么会改为区段征收而不用征收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你能够共同开发这个地方的利益，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就像很多人讲，拿完钱，我可能在其他地方买不到一个房子。所以区段征跟征收，我必须在跟乡亲强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不好意思，可以让我讲完吗？那另外一件事是说，其实现在我刚刚还在提到说，我们现在还在规划阶段。你不管要规划农业区，我们现在已经画了好几个注意。第一种住宅区，其实它就是所谓再发展区，我们排除区段征收。如果你不要，我们规划的内容其实都可以做调整啊。其实里长你的诉求我们都有听到，其实我们都现在整个计划就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所以我刚刚拿土城的案例来，就是说计划不是我今天规划了一个草案，就明天就要来做征收，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会去做调整。好，那我也知道说，其实在这个三峡麦仔园地区新定都市计划，目前看得到是说有这个住宅区有36.86公顷左右，哈，大概是目前是这样子。那当然还未定案嘛，哈。那也有产业专区啦，就是11.86公顷哦。那还有什么商业区啊？农业专区是0.83公頃啊，占整个总的占比是0.65% 而已，哈。那其实这个产专区部分，事实上当初在开专案小组的审查会议的时候，就有这个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要解决这个干源地区树林干源地区是非法工厂非常严重的问题。好，我们看到干源地区大概在这个地方哦，它这边很多非法的工厂。那为了让这些非法工厂呢，能够可以有这个地方可以去，好，那我们在这边征收一大块土地呢，来做这个优先示范这样的一个区域哦。那其实这个优先示范区域呢，是在特定农业区，而且这个开发期程也长达10年。那你说这边的这个工厂呢，如果是在干源地区的解决的话呢，地价会变高，不符合这个工厂厂主这个成本效益，所以要来这边啊，这边是因为是农业区，所以相对的它这个地价会比较低一点点了。那就有乡亲提到说，那为什么解决树林干源地区非法的这个工厂问题，要到我们三峡的麦仔园来征收土地呢？这个部分其实在专案小组审查会议的时候，也有不少专家提出这样的一个疑虑哦，认为说其实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我不知道议员怎么看？假如说今天干园产业园区那边的面积，那边有几千户光这一点点面积可以容纳它1/10吗？也没有啊，就不要挂羊头卖狗肉，就像一样，捷运它只能够挹注5亿，告诉我说这个一定要开发，不然捷运没办法做，又再骗一次啊。那像刚才产业专区要解决那个干园地区，那又再骗一次啊。干园地区的人几千户，他只要去了解以后，他晚上可能做梦还会笑说这个地方可能有一块地，结果呢，结果他去了解以后会哭哦。因为10户里面容纳不到1户进来啊，难道他们去打架，打完以后再来做决定吗？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骗嘛，我讲一个字叫做一个骗嘛。啊，这种骗怎么可以发生在政府的做法的上呢？这应该是要改善的，好不好？好，那最后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再把现场开放给现场的乡亲。这位小姐，好不好？捷运要在这边设站这件事情有捷运局的任何人来跟大家说吗？没有。那城乡局这边要做都市计划案，因为配合捷运这件事情，有任何人来跟大家说吗？没有。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求他们2个局处来跟我们讲清楚，这个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要做？到底是为了干源地区非法工厂，还是为了这个捷运要设站，还是为了要开发麦仔园地区？
定位完全不清楚，我们里民要怎么样答应你说我们让你做这个区段征收？再来一点，你说区段征收可以分回地，或者是说不需要做，大家不想要被区段征收就可以保留。我想问一下哈，现在如果都市计划都可以让你这样子这么轻轻松松的就说我不要就不要做，那如果我们这边有70%的面积的居民都不同意区段征收，请问你新北市政府都市计划要怎么做？我完全不知道你现在答应我们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相信？那分回地这件事情，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新闻？桃园 A7 站那边的配地已经开始了，那他们小地主就出来说，当初政府会配地，但是他们配到什么样的地，有任何人来跟你们说吗？他们很多当地的居民，他们配到的地，因为他们是小地主，所以不符合最小面积的那个开发范围，所以他们只能配到最边边角角的地。包括说可能旁边是变电箱，包括说可能地底下本来是埋垃圾的垃圾场，这些地是大家未来配到的地，这些事情是新北市政府完全没有跟大家说清楚的，就像他为什么要做这边都市计划也都没有说清楚一样。所以我希望2个局处真的可以好好跟居民讲清楚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给出适当的承诺。我看这位大哥，这位大哥，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位还没有发言过的大哥。台北市的决议到底他们有没有征收一般那个土地去挹注他们的捷运的开发经费？如果台北市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捷运既然采取高价方式，它的那个新建成本比台北市要低很多，为什么一定要征收我们的土地去做这个捷运经费的挹注呢？有必要吗？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必要的。我相信捷运局你们的这个想法应该是稍微要再做一个思考。谢谢各位，谢谢。好，现场还没有乡亲有意见，还没有发言过的乡亲。我请教这个咱捷运局的官员吼，恁即马新北市政府啊要征收这个土地来挹注捷运局嘛吼，这个土地本来是阮遮住民的嘛，你用阮的土地来这个投资这个捷运局啊，是毋是讲起来就是阮遮的住民来投资的嘛？对。安尼，阮遮的住民是不是孤单？希望你回答这个问题哈。好，那我想问题的这个回答跟结语，我们先从这个梁科长开始好了哈。其实这个505亿的建设经费里面，中央你刚刚讲说补助了100多亿嘛哈。那其实中央看这个案子也是要看你们的这个未来的营运计划自偿率这个部分嘛，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把钱给下去。那您先前有告诉过我说，这自偿率是39%哦，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是属于高标了哈。那新北市政府有信心达到这个39%的自偿率吗？那就是说，乡亲一再说，是不是真的把我们土地征收去挹注捷运建设经费？其实您刚才讲只有4亿多，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先回应乡亲这一场的疑问，谢谢。各位乡亲，这个部分我再做个说明。其实早期这只是一个计划的过程，就是早期在做交通建设或做捷运，即便没有计算任何发展进来这个计划里，我们计划还是有交通的需要，有地方发展的需要，那个捷运或交通还是会去做。那只是因为中央很想要，希望说你不要全部都是。实际上地价也涨了，税收也收了，可是我们却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其实是因为捷运带来给大家，所以这只是一个做计划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不是真的说去征收大家民地，然后赚到钱，然后捷运拿，而是说，就算没有做这个动作，我们就照以往的交通建设，它本来就会去施工、去编预算去做，只是我们透过做规划的方式去了解里面有多少的金额，可能是因为地区发展的关系，让这个效益有发生在这个计划上。这个部分先说明。那另外大家也很关心说，到底合理的捷运占据到底是多少？那因为早期台北市很多都是高运量，那我们3鶯捷运线是一个中运量系统。那以中运量系统在专业上的分析，差不多在800到1200公尺左右的一个占据都很合适，也就是大家走路个15分钟以内的一个范围都很适合。所以以我们 LB05这个跟前后04、06的一个占据，差不多都是在900多到1000，这蛮适合中运量的一个合理占据。其实包括路宽的条件，那刚刚也有乡亲提到说，是不是
进都市计划区有30米，可是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在东侧部分，其实路宽的条件就可能没有那么好，也许只有20米，然后还要考虑到我系统要有一个转弯半径，所以这些路线，老实说我们在规划阶段都评估过。都各有优缺点跟困难。那最后综合的一个评估过后，也由中央行政院这边来核定的方案，其实就是目前的现在这样，经过北大已经开工的这个北大连外道路的这个方案，大家觉得是整体而言相对是比较适合的啦。好，那李科长，如果说捷运工程处就告诉你说，这先期的这个连外道路也开了，那这个按麦仔园站确定应该几乎确定就会开在这边了。那配合这个麦仔园站而新定的都市计划，还有可能在听取民众的意见去做调整吗？还是说事实上，因为民众就很害怕说，等你程序都走完了，确定了，我再反映任何意见，事实上事成定局，我的反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这个阶段还来得及吗？他的意见确实会受到重视而去做调整吗？其实之前有开过几次说明会，都跟相信说过，这个案子的过程其实都还在初期的阶段。其实之前你要真的要做区案之后，中间还要经过所谓公益性、必要性，那个地方其实要经过很严谨的问卷调查，甚至要开都市计划，到都市计划程序都要开说明会。都市计划法也规定，现在要以挂号通知到当地所有的民众，所以各位其实不用担心。没有知道政府黑箱作业，而且我再次强调，这个都还是一个调整的过程，都市计划都还可以调整。其实乡亲的意见我们都会听到，我们都会纳入到后续规划里面去做调整。哦，那1000多份，他们如果提供给你，你会去做参考吗？或者是提报到内政部区委会说，其实我们这案子送上来，当地居民有1000多份都是反对征收的。其实这个在审议过程中一定都会给委员去做审查的参考。乡亲一直觉得说，我们龙埔里当然有刘厝埔啦、龙恩埔啊，还有这个麦仔园这3个地段了哈，是整个紧邻三峡市区最后一块绿地，而且它是特定农业区。这个特定农业区对台湾来讲是珍贵的土地的一种资产哦。那真的是因为怀璧其罪吗？真的是因为农地不用缴税，农地还没有开发，它未来的开发的前瞻的这潜力是最大的吗？所以居民一再提到说，你就是要来开发农地，来挹注这样的经费，或者开发农地之后，然后用区段征收的方式，是否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这个配余地啊？这个配余地可以拿来标售，可以赚更多的钱，真的是这样子吗？好，那以上是今天的村民大会，首泰嘎场的安子 C， 谢谢。